来看美国要扣对顶关税，造成全球的股市拢呈升顺。台股早起一开盘就落2000多点，收盘嘛落破2万点，是史上落上济的一日咯。超过2000种的股票拢落，代表的汇率嘛落。日本的股市早盘嘛落8.3%，马上暂停交易10分钟。韩国股市嘛落超过4%，过程中嘛暂停交易5分钟。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等关税细节后，周一台股一开盘就出现大跳水，点数从开盘的20153点跌破2万点，下跌点数更一次超过2000点。加权指数开盘一路急杀超过2000点，博幅超过9%，创史上上大博幅。宽达股、台积电也难逃股灾，开盘淡薄超过9%跌停，股价报到848块。对金管会伫开盘进前，实施调整每日盘中借券卖出 委托数量，加用券保证金成数稳定措施，股民有无同的看法？本来就是让它自由的公平交易，这个本来就是市场嘛。亏钱的人，今天政府护盘也护不到，他会成不亏啦。 分析师表示，因为初七的台股毋但是大盘落盘，各类股也拢有落盘的走势，是系统性的风险。上季市更有超过1000档股票落盘，显示流动性出现问题，预计卖压会延续到七八，会出现这样大的波点，主要是因为川普对台湾的关税税率超出市场预期，也个超过台湾的竞争对手日本、韩国，台股才出现淡薄补盘的态势。这样的一个卖压呢，我认为 最快可能也要等到明天才会宣泄完毕，急跌下来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急速的反弹，它可能会是一个短波段的一个低点，但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低点，是不是在这1-2天就浮现？这个需要时间观察。 这波关税战引起的全球股灾，毋但是美国持大损失超过6兆美金，日经期货指数开盘10分钟，波点都超过2500点。台湾交易所触发期货熔断机制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也大波暂停卖单交易，市场关心咱国会安怎应对？我们严阵以待，那相关的措施我们都会提出及时的措施。虽然我们是以1个星期这样子的 角度来去执行我们现在的计划，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密切的观察我们全球股市的一些影响。面临清明年假了后第一个开盘日，国内出现股汇下杀，新台票汇率卖贬值一角时落至33块花，创超过9年来上低水准。有分析师表示，若国安基金启动进盘护盘，有机对市场会有鼓励效应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